自2023年5月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分配土地的正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书亚记18章1节到19章51节。以色列人已经征服全地，全体会众就来示罗聚集，伫遐设立会幕。以色列人的中间有7个支族，还未分到因的家业。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已经有赏赐恁土地，恁要拖延到第时才去攻取。恁逐支族着经3个人，我要派因行透全地，照逐支族应得的土地画做地图。才倒来我遮，因着将全地分做7份。犹大犹原住伫南边的境内，约瑟家住伫北边的境内。恁将迄7份土地完成制度了后，摕来我遮，我要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为着恁抽签。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土地，因为做祭司服侍上主就是因的家业。迦得、流便甲玛拿西半支族，上主的仆人摩西已经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分予因做家业。遐个人要出发的时，约书亚命令因讲：恁去行透全地，画做地图了后，搁倒转来我遮。我要伫示罗，伫上主面前为着恁抽签。因就去行透全地，画做地图，将城镇分做7份，记伫册呢，倒转来示罗营中交予约书亚。约书亚就伫示罗上主的面前，为着因抽签，伫遐照以色列人的宗族分土地予因。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抽签得到的地，是伫犹大子孙甲约瑟子孙的中间。因北边的地界对约旦河起，往北到耶利哥附近，搁往西搬过山，直直到伯亚文的旷野，搁对遐往南，经过罗斯附近，罗斯就是伯特利，搁落去阿他略阿达尼，到瓦郡的伯何伦南边的山。这个边界对遐往西伸去，搁活落南对伯何伦头前南边的山，直到犹大人的城基列巴勒，就是基列耶林，这是因西边的边界。南边对基列耶林的边界起，到尼弗得阿的水泉，搁落去到希林主山谷对面的山骹，就是利法因山谷的北边，搁对遐经过希伦山谷，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的南边，落去到阮罗结，搁往北经过阮示密，出去到阿都明山坪对面的基利略，搁落去到坡罕的石盘。坡罕是流便的囝，搁往北经过阿拉巴的边界，落去到阿拉巴，搁经过伯哈拉北边的交界，直直到沿海北边的海湾，就是约旦河南边的河口，这是便雅悯南边的边界。
东边的边界到约旦河，这是便雅悯人照因的宗族顺四围的边界分着的家业。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分着的城，就是耶利哥、伯哈拉、伊麦基色、伯阿拉巴、谢马念、伯特利、阿维、巴拉、俄弗拉、基法阿摩尼、俄弗尼、甲加巴共1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基遍、拿马、比略、米苏巴、基菲拉、摩萨、利金、伊利比勒、塔拿拉、西拉、伊利弗、亚布斯，就是耶路撒冷、基比亚、甲基列，共14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这是便雅悯人照因的宗族分着的家业。西面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二签，因的家业是伫犹大支族的家业境内。因得到的家业就是伯示巴、阿是示巴、摩拉代、哈萨苏阿、巴拉、伊辛、伊利德拉、比托勒、荷利玛、西吉拉、伯马加普、哈萨苏萨、伯利巴木、沙罗险，共13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阿因、临文、以帖、阿山，共4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以及这个城四围一切的庄舍，直到巴拉比尼，就是南边的拉末。这是西面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。西面人的家业是对犹大人的家业分出来，因为犹大人分着的家业伤济，所以西面人伫犹大人的家业中得到家业。西布伦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3签，因为家业的边界是对撒dit，往西到马拉拉，经过大巴色，通到约念东边的溪，搁对撒dit往东，往日出的方向，到结束了塔普的交界，搁通到大比拉，上到雅菲亚，对遐搁往东去到加德希弗，搁经过伊德加信，出去临门，活去到尼亚。迄个边界对尼亚，搁往北边西过汉纳顿，通到亚弗他以勒的山谷为止，搁有加他、那哈拉、心伦、以大拉甲比利行，共1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就是西布伦人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。以撒迦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4签，因的地界包括亚述列、基苏律、苏念、哈弗连、西安、阿那哈拉、
那匹、基先、阿别、利别、温加宁、温合大、甲别、拍摄。迄个边界到他泊、沙合西马、别是别，因个边界到约旦河为止，共16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就是以色加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基业。亚瑟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5签，因的地界是希甲、哈利、比田、押沙、阿拉米勒、阿末甲米沙勒，向西经过加密到西哈立纳，向东经过北大滚，探到西布伦，向北经过亚弗他、伊勒山谷到北以密甲尼业，探到加布勒的北边，搁到以别伦、利合、哈文、加纳，直到西顿大城。迄个边界越对拉玛甲坚固的城太尼，搁驶过何萨到马希拉阿吉色地区，直到地中海为止。搁有乌马、阿弗、利合共2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就是亚瑟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基业。纳弗他利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6签，因的边界对希利弗经过撒那因的上丘、阿代米、年结，甲亚比列，直到拉贡，探到约旦河，向西经过阿苏拉塔泊，探到何甲，南边到西布伦，西边到亚瑟，东边到约旦河。坚固的城有西丁、切尼、哈末、纳甲、基尼列、阿代玛、拉玛、哈瑟、基利斯、伊德莱、问哈瑟、伊利问、密代伊勒、荷莲、别阿拉甲别是别，共19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就是纳弗他利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基业。但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7签，因本着的基业包括索拉、以实德、伊尼是密、沙拉宾、阿雅伦、伊提拉、伊伦、廷纳、伊吉伦、伊利提基、基比顿、巴拉、伊欧德、比尼比拉、加德、林文、米亚昆、拉昆，甲约帕对面的地区。当但的后代失去因的土地的时，就去攻打利县，用倒刣城内的人，因占领迄个城，住伫遐，用因祖先的名叫利县做但。这个城甲附近的庄舍，就是但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基业。以色列人照地界分配土地完成了后，
就将因中间的一块地，互伦的囝约书亚做家业。因照上主的命令，将约书亚所要求的城予伊，就是以法莲山区的丁纳西拉，伊就去做迄个城，住伫遐。以上这个就是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大支族的族长，伫示罗会幕门口上主的面前抽签分予大支族的家业，安尼因就完成土地的分配。分配土地的正义，随着帮重业的兄弟向我吐气，讲伊最近压力真大。伊认为房价已经超过公司的平衡点，真侪新建案拢找袂到买主，过厝搁较免讲，当然是搁较歹卖。后来伊伫房仲业千几个月，落尾清袂过，只好转换跑道。土地甲徛基问题一直是台湾社会的一大困境。用一般少年人的薪资，就算工作一世人，省吃俭用，也无法度买一间厝，无法度拥有家己的厝。意思是学得有稳定的生活，间接得造成压力，导致选择无要结婚，也是毋敢生囝的少年人哪来哪济。虽然政府有在推动社会主体，也是青年主体，总是离真正实现土地正义，还是非常遥远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土地正义是上帝的心意。当以色列人征服应允之地了后，因大声组织伫示罗设立上主临在的会幕，因无袂记得会当赢得一切胜利，并毋是靠家己的能力，是倚靠上帝。所以上重要的就是设立会幕来敬拜上帝。总是约书亚心中还看意一项代志，就是还有7个支族无得到因应得的土地。约书亚会在意这件代志，并毋是单纯公平的问题，是因为这是上帝交代伊着完成的使命。因为安尼，伊派人去详细勘查整个地区，将土地分做7份，然后依照上帝的心意来分配。约书亚抽签求问上帝，甲大支族应得的土地分予因。接续就是一段详尽的抽签过程，甲分配土地的记录。对文字记录来看，通看到分配土地的事宜，一点仔都袂马虎，因为这是上帝所交办的。最后，除了忠心服侍上帝的利未人无分到土地以外，其他的支族拢得到应允的土地，完成一项巨大的任务。其实，对创世纪开始，就一个新的主题不时出现，就是上帝对人讲：着生炭加添真济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。当今真济教会拢甲焦点放伫生养众多顶面，总是创世纪的重点其实是遍满世界。大水事件了后，人类开始建造巴别塔，凸显当时人的问题并毋是毋愿意生育，是毋愿意分散。相反，亚伯拉罕原本就算愿意生育，也生袂出来。伊是伫回应上帝
分散的呼召了后，才得到囡仔以撒。安尼看来，生养众多是爱建立伫变满世界的基础顶面。这也呼应当今环境生态学的观点。当一个生物族群密度伤悬的时，就会失去生育的冲动，也是造成不孕症，用安尼来调节族群过密的压力。所以，强调生育并无法度解决出生率的问题，分散才是解决之道。我咱搁较关心土地正义的问题，检采这才是真正回应创世纪的呼召。默想，我安怎用实际行动回应土地正义的呼召？我安怎用实际行动回应土地正义的呼召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上帝，愿意实现你的旨意伫台湾这块土地，亲像伫天顶，互每一个人拢会通得到你所应允的福分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